근데 이봐 되나? 산재지 공방세야 돼. 나 동화 탐지다 들어와리라 그러지. 那第四点呢，就讲到说，那么佛的这个境界，我们讲佛的那个果报呢，那么它是远离一切痛苦的，是一种极尽喜乐的。 네, 다 되네. 근데 동화 탐지다 들어와리 로지 그 중심인데. 네,去年龄水呢，去年龄水呢，大家我做了有的被六当3米了吧？得做用做的你话太，大家我做但是你嘛的差的，怎么长讲大嘛人就说来。那么这个主要指的是说，透过修持，透过修行以后呢，那么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身心，然后有一些转变。我们现在的身心呢，事实上是一种污浊不清净的身心。 透过佛法的修行呢，之后呢，它能够转变成为一种清净的状态。我做到东岸用的是一个绝对，但呢，来年吧当牛梦，太巧好了。我们现在呢，之所以会遭受到很多的这些痛苦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具有烦恼跟业这两个成因。但呢，这绝对了的呢，东岸用是的，我让个路线的差的好。 因为呢，具有这个烦恼跟业的这个因的缘故呢，所以呢，就产生我们自己现在呢能够感受到痛苦的这个身心的状态。你上节就讲讲，特别那个说了，当然就是一个脚，牛毛的来眼把它说样，早晚呢没把现在帮擦。那么到了真正的成佛、圆满成佛的时候呢，那么所有这些会感得痛苦的这些个烦恼跟业的这些成因呢，它已经完全 断除了。但呢，东海的用起绿森这样，我就话他们怎么这样恰送的？但呢，用这的，用这个脚的的，用起个但呢，我就绿森的说，他们就话讨债了，我第九这呢，对呢，东海要买的。那么因此呢，就是说会产生痛苦的这个烦恼跟业的这个因，它已经清净了。 那么，所以同时呢，他也就总会去遭受到痛苦、烦恼的这个身心的这个部分呢，那么他也整个就转化成为清净的这个部分。他的呢，哪怕三节吧，给的呢，去个难了，他去个活动，咋会的呢？他drum着，drum是那的，drum是那的，咋会轻些个啦？他得是。 所以呢，刚刚所讲这4点呢，可以讲就是整个呢，佛法总结来讲呢，它的4个根本的那个见解，我们4个根本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主题呢，就是谈论到这4个部分。事实上，理解上是还蛮容易了解的，而且呢，事实上并不多，就是这4句话。 就是说第一句呢，在讲一切呢都是无常的。然后第二句呢，在讲就是轮回是痛苦的。第3句在讲就是一切法是空性的。那么第4点呢，就是透过修持之后呢，那么成就的佛果呢是 远离一切苦的。大东的呢，这当查起了大东的呢，活动个高了，的呢年龄个，适当这当住个活动，的呢看些什么东西。人家什么？大东的去个活动去了，对，个样的年龄适当个活动去的呢，些什么东西。OK， 那么呢，刚刚前面讲的是呢，有关于佛法当中主要在谈的这个精要的那个要点是什么？ 那么所以呢，接着呢就想到说，那实际上修持上，怎么样的来做修持的这个方法？但是因为需要翻译的缘故呢，所以呢不是只有他自己就是直接用藏文讲，所以呢一下子时间就过了1个半小时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开始来讲 禅坐的部分，禅修的部分。
那这当社会人呢，等那去活动的时候信呢，也不是，别没事去个把它别搞清楚的。一般来讲，就对于法，我们所学习的法呢，那么有正确的了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去活动马戏演的，等那俺南巴人社会我当。真那样，他就怎么着我的，他这上面台把人家也不多呀的。因为呢，如果说对于佛陀所说的这些法，到底它的要点是什么，我们都不了解的话，只是说，哎，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我对佛有信心。事实上呢，从一层来讲呢，有一点像是假的一样。但是去活动的时候，也不嘛些农把的动那样，朋友有的要的，我那要的，因为他。真的，可能我那的活动，西巴南些些个频道的用途个嘛的也。或者呢，就是说，如果对于那个佛法的那个义理，然后不了解，那只是呢随口呢就念诵一些个经文、仪轨等等，虽然呢这样念着念着也有一些个帮助，但事实上那个帮助它并没有办法说真正像说你真的了解了之后，然后你就去做这种的念诵。那个利益才真正能够有很大的利益。因为他对来讲，等于我们家当个等于我们家当个，他是个什么？我们家当个等于我们没那么着，西北人呢，我们家当，过的西北人呢，对来讲，我呢去俺去卡拉做嘛，现在卡拉把水饺把拿去吃了，卡拉水饺那个。绿宝培养严格了，但那个我们家当的西巴加比较不严呢，这个什么的培养了，这对来讲，对我们家当的卡切个了。所以呢，除了说从听闻上面知道这些个道理，那么更重要的是怎么样的透过实际上禅修的方法，那么去进行去修持这些法，那么那个利益呢会更大。这就好像说，只是一直在谈食物、食谱等等。如果呢，你真正的去把这些食物做出来，真的去吃的话，那个是真正对身体呢有实际上的这种营养跟补充的。对，他这他等于写出来的呢，他嘛基本写呀的时候呀，写就写过的是的，他我呢给这开始写吧，他让我们家当写个的，写呀写去哪的吧，写过的。一样呢。现在要讲第二部分的这个禅坐、静坐的这个部分，一样呢是我在说的这样子，就是说法者是 Campbell 的。因为三节个去路呢，那得有的是俺写个有嘛到把个，俺这真说是你写个没得是，但是写个不来了。但是呢，我所说的呢，也都是佛陀他在他过去在经典当中所宣说的这些法，不是我自己去编造出来的。刚是的，太晒过的，他这个太重了，俺给这些写有意思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因为在之前在台中的时候，但呢下一个给这写的是。开了个下啥呀要了，这个给这写的是。对，上下跟那个说了下了，嘎子要嘛的，这种嘎子要嘛是写意思。那时候就谈到所谓的漏的问题，这样子，就讲呢，在密宗里面呢，它并没有很严格的说你必须要断除吃肉。可是上头俺下啥个的真是了。因为呢，对一般的人来讲，会说你有吃肉这样。因为俺下啥个嘛，下嘛是肉嘛不的。但是对我来讲，事实上我没有吃肉，我已经很多年都是吃素了这样。我说来真的，全下啥呢？这个的老我的，刚才就下啥个没给老我。他们觉得很压抑，说，为什么你可以吃肉啊？你为什么不吃肉？怎么吃素这样子？因为他们会认为好像是那个西藏的喇嘛是都可以吃肉的，都吃肉的这样。但俺老一天，俺让啥么子？俺让个给家的是，他这给家些呀，这种上这个去老呢，搞得有没个给家的那当的是。OK， 然后他就讲到说呢，那么之前在谈论的时候是说，在佛陀的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教法呢，那么他们的方式的差异。但是呢，吃肉不吃肉那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，我自己想要用怎么样的方式，那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跟所谓的我是一个密宗为什么是没有关系的。是那过去的南去呢，南巴山就去弄呢，搞得老有的，俺写老的嘛都，就让给上头搞得有修口老有嘛的，那给上头搞写有的。因为呢，他就讲，因为呢，在之前谈到的是说，
有关于佛法各个宗派的一些个差异见解，所以我就从那方面去做解说这样子，并没有特别讲说从我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我是怎么样的，并没有谈论这个部分。对，等你당보等你我약간 그 뭐름 가지게 삼성시다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先想到说关于静坐禅坐的时候呢，那么它的那个就是观修的那个次第有几个步骤。写삼성시等你写삼성시，对，然后呢，等你당보 때， 等你산지。 我错的，哪怕三界被禁掉了，三界的台湾也给禁掉了。对，那三界共当一些上。首先第一个就讲呢，就是说佛的他的那个静坐的方式，这样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佛弟子，都是对佛陀很有信心的，所以先讲佛的那个禅修的静坐的方式。但因呢，大这样子细个吧些啦，讲家呀的啦，的呢，不给啦，讲什么些有的吧。对，讲什么个活动的，讲这些吧些个过是的。但是呢，对于这个禅修禅坐这个字呢，在西藏话叫拱。这个拱这个字呢，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习惯，经过修持产生一种习惯这样。他讲的是一个养的是一个的，有人播的这个的，他能够就随便啥呀来养的，搞来看的，别人忙不啥个啦。所以呢，就禅修而言呢，它就是一种必须要持续的、一再一再的去做练习的。就好像一开始你可能不习惯吃辣椒，慢慢的越吃，你就习惯了吃辣椒的，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我对的门推的讲呀的门推的讲呀的，这是干来的嘛都不给。我个大写呀的，就算是上弄当呀的时候，别来了我干来讲呀要嘛的，是的是。因此呢，就这个禅坐而言呢，事实上呢，在理上面，它不是很困难的。比如说呢，我讲解了，你听那些义理上面，事实上是不会很难的。难的地方难在说，你需要持续的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不断的去做禅坐，这个部分是比较困难。